大家好啊，我係 Vanessa，歡迎返到嚟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啊。今集就同大家介紹一個觀塘嘅海濱道全海景寫字樓啊，叫 One Harbour Square。咁呢個 One Harbour Square 咧，建築面積都大約有17,000尺嘅，咁連埋平台啦、天台啦，仲有個廣告位添。喺東九龍嚟講都十分之罕有嘅。咁而家帶大家欣賞下個海景先啦。今集就睇到呢度先，如果想了解詳情嘅話，記得 WhatsApp 我啊，我哋下集見啦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